Radio。今日我哋最耀 B 工作室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動畫方面嘅問題。喺我哋細細個淨係得電視送飯嘅年代，一部又一部唔同嘅卡通片陪伴住我哋長大。但係你可能發現咗，又或者你仲未發現嘅係，其實我哋一直睇開嘅卡通片係一個細路嘅世界。冇錯啦，所以我哋睇動畫一定要記得一句至理名言，就係睇片當背書，認真你就輸。咁就等我哋睇下究竟我哋輸喺啲咩地方。首先，我哋同大家探討嘅係一出大家喺考試前都會掛住佢嘅卡通片。冇錯，佢就係名偵探柯南。其實一開始我仲以為佢係一部講醫生嘅動畫，並唔係一個叫明晶嘅人去醫院探柯南咩？梗係唔係啦，咁一路以嚟呢，佢又被啲 fans 稱之為死神小學生，而佢呢個句呢，就經典到冇得再經典啦。翻版 Nike 鞋啦，李麗珊快滑板啦，飯盒型 flash 機啦，扮蟹煲呔，黯然銷魂金撈標，變葵鏡變色哈勃望遠鏡等等。而講到柯南入邊生命力最強嘅就梗係佢外父毛利小五郎啦。佢唔單止喺死神隔籬存活咗630幾集，而且佢俾死神隻金撈標寫咗600幾次依然屹立不倒，真係神一般嘅存在啊！係啦，而每次柯南喺毛利小五郎冧低後揭曉真相嘅時候，都要指住熒光幕前面嘅你講句廢話，就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每次呢個時候，我都好想問佢，咁同阿媽永遠只有一個有咩區別呢？除此之外，柯南嘅腳法好難唔令人懷疑佢曾經踢過英超，佢簡直就係中場開波當點球，轉身射波當扣籃，俾佢上場就梅開百度，俾佢踢中就谷開富貴咯。但係我哋詳細研究之後，柯南嘅劇情用5秒就可以總結出嚟啦。去片。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但係要講到最家喻戶曉嘅卡通片，一定非哆啦 A 夢莫屬啦。坐喺熒光幕前面嘅我哋，每一次都要俾大雄對靜香，靜香對哆啦 A 夢，哆啦 A 夢又對翻大雄嘅深層三角關係所感動。每一次大雄想見靜香嘅時候，都揀啱靜香喺度沖緊涼，而每次哆啦 A 夢都有唔同嘅法寶幫助大雄去睇人哋沖涼。原來佢哋同時出現喺沖涼房嘅機率仲大過中彩票好多噶。冇錯嘅，咁據網上嘅不完全統計呢，靜香喺包括823篇短篇同埋17篇大長篇作品當中呢，佢一共沖咗42次涼，比大雄偷窺咗32次，比哆啦 A 夢偷窺咗12次，包括一次係偷窺未遂嘅。咁用隨意門搶入成功偷窺咗10次啦，大雄以76.2%嘅偷窺成功率，勇奪動漫界小學界偷窺之王嘅稱號。可想而知，大雄眼鏡嘅鏡片厚度唔係一日建成噶。咁點解大雄偷窺嘅成功率可以咁高呢？我哋睇咗咁多年之後，先明白咗其中嘅奧秘。原來據統計發現，靜香一日係會沖2至3次涼嘅，亦都有異地傳聞話佢一日最多沖咗16次涼。靜香願意沖，大雄願意睇，明明彼此相愛，卻因為劇情需要，大雄永遠只能夠同隻藍色冇耳短尾大袋矮仔貓哆啦 A 夢喺埋一齊。而無私奉獻嘅哆啦 A 夢卻往往要滿足大雄呢個黃衫冇腦厚鏡超低能勁黑仔嘅心理同埋生理上嘅需要，不惜一切幫助佢進行偷窺計劃，真可謂可歌可泣可喜可賀，催人淚下，驚天地泣鬼神嘅經典浴室動畫。所以其實呢部著名嘅動畫亦都可以叫做浴缸之情，無好劫色，沐浴這件小事，新世紀裝香戰士，同埋越獄嘅。好，又去下片先。而除咗哆啦 A 夢之外，大家由細到大睇得最多嘅動畫片就應該係超人啦。超人係一個家族，而呢個家族嘅歷史使命就係每一集毀滅日本一個城市，同埋掟一隻怪獸出宇宙製造宇宙垃圾。如果阿柯南每一集都要有一個日本人犧牲嘅話，咁超人每一集嘅出現又象徵住日本一座城市消失啦。但係細心嘅觀眾就會發現，超人永遠都係先變身壓住怪獸打一輪，跟住俾怪獸壓住打一輪，最後先打敗怪獸嘅。但係我唔明嘅係，點解咁多年嚟超人唔可以一開始就用十字死光打死怪獸呢？而家我慢慢明白到啦，原來喺紅光墜起之前，超人一直處於技能冷卻狀態，而信號燈其實係一個鬧鐘。當鬧鐘響起，超人明白到技能冷卻時間已經結束啦。所以亦都可以將超人系列總結為蟹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爆地球。好，繼續去片。
雖然我哋好中意睇以男性為主角救世主類型嘅動畫，但係喺我哋寂寞空虛嘅時候，女性類嘅動畫卻往往深深咁填補咗我哋心入邊嘅空虛感。仲記得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美少女戰士嗎？嗰一首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呢個應該係我最早接觸到女權主義嘅時候。但係喺每一次睇美少女戰士嘅時候，都會有個鏡頭令我深感遺憾。你會發覺每次當美少女變身嘅時候，就算你好認真咁望住部電視機，眼都唔眨一下，部電視機都會用強光斬翻你一下，搞到你咩都睇唔到。而從此之後，我亦都明白到呢啲先至係真正嘅走光。咁如果呢部動畫都要我總結為5秒嘅話，我諗會係咁嘅：變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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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身。所以我哋幫佢起咗個名叫做《走進科學之變身》，又或者係超級變。除咗上述幾出動畫之外，我們仍未知道那些年所看嘅動畫嘅未解之謎嘅答案。比如話，究竟點解我屋企嗰把陽光18指都唔可以好似中華一番裏邊嗰個主角咁，求其切都可以將啲嘢切到喺空中飛嚟飛去嘅？又比如話，究竟龍珠裏邊撒亞人家族用嘅染髮劑係咪美源髮彩呢？如果唔係，點解又可以即刻爆泡變黃又得，跟住慢慢變翻黑又得，連發光都得添？仲有啊！點解四驅兄弟裏邊佢哋部雙星田宮仲勁過我喺街上見到嘅四環奧迪啊？仲有一個我至今為止最百思不得其解嘅就係足球小將啦。點解小志強嗰招猛虎射球可以射到有火嘅？勁到我估趙薇光頭嗰陣時都未必受得住。點解我又覺得網球王子裏邊是但一招都可以將費特拿打到廢得啦？又點解我睇完 IQ 博士之後都唔知道小雲同小吉究竟有幾咁重要呢？所以我哋睇咗咁多年動畫之後，我哋真係發覺認真住話了就輸啦ですか。今期嘅節目又到呢度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最耀 B 嘅精彩內容，請 click 入呢個網址，或者登錄新浪微博搜索最耀 B 啦。